百年古董車，名牌靚車，舊巴士，商用車，軍車，甚至連二次大戰軍機都有。哇！今集堪記士多就帶大家直擊一個 Nottingham 每年6月最轟動嘅免費盛事 Nottingham Motor Show。佢舉行嘅地點就係電影蝙蝠俠裏邊嘅韋恩大宅取景地 Wallington Hall 前面嘅成幅綠油油大草地。喺野生鹿嘅陪伴之下，近距離咁樣接觸到幾百部嘅古董車。重點就係入場費全免，揸車嚟嘅朋友就需要俾10磅嘅泊車費。當然你去泊其他地方再慢慢行過嚟都冇問題。無論你係咪車迷，定係想搵個地方喺假日俾一家人放下電打下卡，呢個車展都係值得推介嘅。今集就等我帶大家直擊下現場，睇下有咩玩先。提醒大家睇片之前呢，可以讚好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呢個 channel， 撳埋鐘掣。中意呢條片仲可以俾 Super Fans 我支持下。呢個車展喺 Nottingham 舉辦咗接近40年，而家咧就有2日嘅活動。星期6咧就主打新車，最啱咧就係想換車或者啱啱到埗嘅朋友去睇啦。不過今日介紹嘅就係星期日舉行嘅重頭戲 Classic Vehicles Day， 佢哋廣邀咗唔同嘅古董車車主一齊出席，分咗唔同嘅年代，由19世紀初嘅古董車，去到70、80年代嘅經典。雲集世界各地唔同嘅品牌聚首一堂，來自美國、歐洲、日本唔同牌子嘅經典車、跑車、單車、電單車，甚至乎重型啲嘅商用車同埋古董嘅倫敦巴士都有展出到。佢哋仲有一個 section 俾個車主行入去兜一兜圈，介紹下自己部車。呢啲古董車嘅車主超級 friendly， 有陣時佢哋仲會着埋復古衫喺部車隔籬影下相，亦都會行過去同佢傾下偈。好多時咧，佢哋好興奮咁樣打開晒引擎，同你分享下佢點樣親手咁樣翻新同埋保育呢啲車。除咗呢幾百部嘅古董車之外，另外仲拍咗幾部軍車添。續住前一日嘅新車活動，亦都有唔少嘅房車牌子喺呢度咧，繼續展示佢哋嘅新車。聽落呢啲睇車嘅活動咧，可能都係適合大人多啲。不過其實小朋友咧都非常之啱玩嘅。嚟呢度有唔少嘅紀律部隊部門都有參與，亦都派出咗佢哋嘅警車、十字車、消防車等等。佢哋仲可以俾小朋友坐上車嗰度，撳下啲掣，試下一啲警報聲，仲整一啲細細部嘅迷你電單車，俾小朋友喺度玩，與眾同樂。如果想全程投入啲活動，我覺得可以着埋懷舊服裝，喺呢啲古董車旁邊影下相，就好似時光倒流一樣，感覺都幾過癮嘅。但係如果真係對車完全冇興趣，會唔會真係好悶呢？其實本身啲活動就好似一個大型嘅英式夏日嘉年華，呢度仲有好多嘅美食車，現場亦都有 live band 嘅演奏。中意嘅話，自己帶埋餐墊同埋嘢食，坐低咧睇到野餐，曬住太陽聽住歌，感覺咧都幾 chill 噶。另外現場都 set up 咗幾個嘅機動遊戲，啱晒中意刺激嘅大人細路。當然唔少得有市集行，裏面有大量嘅攤檔，由懷舊嘅玩具模型，去到新嘅車仔，或者汽車用品、汽車品牌嘅飾物、手工藝品、懷舊嘅水牌、巴士站牌等等，都適合中意行下街睇啲特別嘢嘅朋友。講到呢度，突然之間聽到啲轟轟聲，原來係一部
傳奇嘅二戰軍用機 Douglas C-47做一個嘅低空飛行表演，全場人即刻抬起個頭，望住佢由場地飛到去 Wellington Hall 嘅上空，令到呢個車展活動更加精彩。如果你錯過咗呢場車展，雖然可能要等到下年先有，不過都唔使失望嘅。嚟緊9月27號喺 Nottingham 北部嘅一個莊園 Formsby Park 亦都會舉辦呢一個車展。不過呢個活動咧就需要收入場費啦。今次車展見到咁多懷舊車，市集又有咁多嘢行，一時間隻眼都吸收唔晒，仲俾我喺市集嗰度買到兒時玩具。記得以前喺萬寧同屈臣氏都見過。不過最大收穫都係欣賞到佢哋對古董保育嘅精神，同埋樂於展覽一齊分享嘅文化。唔少人扶老攜幼，一家大細，甚至乎帶埋狗仔，邊睇車邊散步，好享受愉快嘅週末，實在輕鬆寫意。唔知大家覺得呢個活動點樣樣呢？歡迎喺留言話俾我聽。想睇多啲關於 Nottingham 嘅影片或者我嘅生活分享，記得 like 同埋訂閱我呢個 channel 啊！最後送俾大家更加多嘅精華片段。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